欢迎收看《台湾先爱》，我是下面张伟民。咱看到东南亚10国，甲这个中国、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正式要签下区域全面经济谈判关系这个协定 RCEP 吼。有人讲哦，台湾无伫咧这个协定内底，台湾经济一定崩盘吼，安尼可能是亡国啊吼。因为都评论讲啥咧，这代表是一个差不多全球哦1/3的这个人口，影响到3成的这个 GDP 哦，嘛是史上规模上大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吼，就安尼来出现。 嘛有人讲哦，这是北京当局差不多2年外来啦吼，来应对美国压制中国的一摆重大的这个突破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安怎讲咧？伊讲吼，这是和平主义甲自由贸易的这个大胜利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哇，这真正是讲啊，咱无伫咧这个状态啦，无伫咧这个协定内底，敢讲吼，是毋是变做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哦？亲像在野党的你讲哦，咱真正是互边缘化去啊吼。但是咱嘛讲吼。 有人就讲啊，真正爱甲中国来往啦吼，咱就爱承认讲九日共识啦吼。颠倒是咱看到经济部这个王美花部长，伊是安怎讲？伊讲哦，国人袂当接受9日共识啦吼。所以若是真正要遵循着这个9日共识，咱要来加入这个 RCEP， 台湾人可能真正无法度来接受。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川普这方面啊吼，真正看起来是较书面，对着中国的这个政策，伫咧路人进前是毋是力头会个吹落去吼？咱嘛看到讲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伊讲啥咧？台湾毋是中国的这个一部分啦吼，真正打了非常的这个硬。另外一边方面，咱阁看到这个驻美代表萧美琴安怎讲咧？伊即阵含这个拜登团队这个外交顾问布林肯来通电话啦吼，所以这个嘛是一个重大这个突破啦吼，就是讲这个 Trump 即阵吼真正是书面啊拜登要上任嘛，咱先敲这通电话，代表吼真正友好。啊，咱嘛看到讲萧美琴即回了嘛讲到，伊民主党有真侪好朋友嘛甲伊讲哦，虽然这个 Trump 是共和党，但是吼真侪民主党的这个好朋友拢是讲吼，这个 Trump 的对台政策因嘛是完全支持的吼，所以今日咱就要讲到这个国际。 政治经济局势是安怎来变化？透过今日节目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先来邀请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台湾智库执行委员罗宜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宾我请到这个前外交官刘书记，这位你好。大家好。 先来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回这个 RCEP 这个签吼，有人吼真正这个山瓜哭爆啦吼，就是讲哇，台湾经济一定崩盘，但是敢真正呢，台湾的这个体质吼，经济体质敢遐尔歹，先做来看。 国发会主委金明鑫、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郑振中两个人做伙出席 APEC 商部长会议。会前记者会强调，除了总统蔡英文交代爱宣传台湾伫咧全球的防疫贡献，也个稳固台湾伫咧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这2项日步以外，主要是讨论强化贸易甲投资，也个参与所谓经济。我这次的发言会把握这样的机会，会表达出我们愿意在全世界的防疫或者是健康上，尤其是数位健康上做出更多的贡献。今年 APEC 年度部长会议，有史以来第一届是透过视讯召开，时间是16暗时8点到11点40分为止。会议分做2个场次，参加国的每一个部长会当发言的时间是3分钟为限。所以讨论的主题拢是甲经济议题有关系，而且强调讲台湾的找时间表态，完全支持自由多边贸易体系。台湾是完全支持大家要继续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 进行我们的这个经济贸易活动。若是针对 RCEP 的冲击，台湾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可能去用边缘化。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钢铁、石化、纺织、机械可能是受到冲击的产业，会争取加入其他国际经贸组织，也是协助产业升级，降低冲击。我们要加入 RCEP， 要经过所有的RCEP 成员的同意。那如果这一条走不通，我们当然要去走另外的路。好，所以跟美国的深化合作，跟追求 CPTPP 的加入，台湾就是要努力去追寻。王美花指出 ，RCEP 是由中国主导，若是要加入，就要伫咧1国2制游戏规则之下，台湾人可能无法度同意。短期以来，台湾要加入的可能性不大。毋过，台美的经济对话预计20开始，嘛讲台美双方对话了后，无排除会签合作备忘录 MOU。记者综合报道。 是哦，咱看到这个中国和其他这个亚洲的14个这个国家吼，已经签到咱头先讲的这个 RCEP 吼，咱嘛看到讲，这个李克强吼，伫遮吼嘛碰到这个咱讲签署的这个文件啦吼，嘛证明讲
这回因主导的这个代志已经完成，已经成功啊吼。咱嘛看到讲这个头段嘛讲到李克强讲这是和平主义甲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一个大胜利吼。但是真正咱讲安尼吞论落去，9·2共识一定要甲遵循落去，咱才有法度伫咧国际空间来这个一寡春秋嘛。咱先请罗委员。当然这唔是嘛，因为咱即马看迄马英九迄当阵，伊嘛是承认9·2共识，是哦。可能迄进一步差不多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安尼。但是伫马政府迄当阵，像讲台湾要甲迄马来西亚要谈即个 FTA，也是讲迄台湾嘛想讲要加入即 RCEP， 结果迄中国嘛是伫遐咧反对啊。是。尤其是中国派伫即个马来西亚的大使，就直接讲，喺台湾绝对无资格甲迄个马来西亚去谈即个 FTA。所以对中国来讲，伊是认为讲伫马政府的时阵，伊的做法是讲啊。你爱先甲我甲甲我之间的这个关系先理顺甲清楚，然后才来考虑讲我要稳准你要去加入RCEP还是安怎？尤其是你要加入RCEP，可能是做迄 China Plus1 这款的方式来去加入RCEP，也是这款的方式就变成讲咱去对外口承认咱是中国一部分嘛。当然咱就是无爱啊。所以伫迄马政府迄个时阵，马政府佫承认9·2共识，伫迄当阵RCEP已经开始谈嘛。但是迄当阵嘛是无犹原无法度加入讲迄个RCEP的即个谈判，所以这甲9·2共识有甲无，这是要承认一点仔关系拢无。是。关键是讲迄中国到底是毋是要互台湾过去？伫马政府的时阵，伊嘛无要互台湾过去嘛。我即摆是讲讲到即个RCEP，主要一个问题是讲，即马对台湾冲击到底是安怎？是。真正有像讲国民党讲，真正喺台湾都要。经济崩盘，要亡国啊！经济崩盘，人要摇巴肚还是安怎？实际上根本就唔是安尼嘛。OK。尤其是即个的 RCEP，咱即马讲虽然讲是15国但基本上伊是甲4个 FTA 甲伊整合做伙。是。就是讲东协，就是讲这ASEAN 这10个国家，加迄个中国，迄个东协ASEAN Plus 即个日本，迄个ASEAN 加迄个韩国，甲ASEAN 加迄个Australia，甲 New Zealand 这4个 FTA 做伙，伊是甲这4个 FTA 做一个整合。咱即摆看2002年的时阵，中国就甲ASEAN已经有 FTA 啊。是。2008年的时阵是日本甲迄个ASEAN 有 FTA。2003年差不多是韩国甲迄个 Australia 甲 New Zealand 甲迄个ASEAN 有 FTA。所以照讲上暗的即个因算讲双边的 FTA。是2002年的时阵，10当前啊，所以讲即届差不多是甲这4个 FTA 甲伊整合做伙，咱为着要整合的时阵，咱就拄着讲伫贸易谈判顶头有一个俗语叫做迄个 spaghetti effect，就讲这无共的 FTA 每一个无共的 FTA 基本上两边所讲的到底要让步什么款的让步，什么款的利益，拢完全拢无共款，规则嘛拢无共款，所以讲你要甲这4个 FTA 要甲伊整合做伙变成讲，我甲你已经讲好啊，我嘛对其他国家我嘛爱共款的，我敢要做这款的代志，尤其是ASEAN内底，为什么甲中国、甲日本、甲这个韩国、甲这个Australia、New Zealand分别有家己 FTA？伫迄当阵，迄当阵已经有关这个RCEP这个谈判已经开始要开始，有关是要讲这个物件，表示就是讲ASEAN伫迄当阵伊是认为讲我可能甲日本的即个物件无一定会当适用伫像讲甲中国 FTA， 啊是讲我伫Australia、New Zealand我想要摕到的物件，日本无一定互我，所以讲伊就4个无共的即个物件嘛。这个无共物件要甲伊整合做伙，变成足麻烦的。所以嘛是到后来这出来这个 FTA RCEP 这个物件，大家就讲你干那是为了上简单，因为伤过麻烦的谈判，所以讲用上简单的方式，找迄个咱迄英语叫做 lowest denominator，即款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意思就是讲你找迄个上简单的部分，甲大家揽做伙就对啊啦。OK。结果变成讲，连包括美国、Australia， 包括日本，我感觉这什么款的 FTA 根本都唔是嘛。是。本来日本伫迄印度提出的时阵，迄当阵日本的即个经济部长就是感觉讲。甲这对日本来讲，这RCEP敢遐尼重要，所以本来有想要无要伫迄内底，但为什么到后来个犹原要伫遐？是认为讲惊讲，还是讲印度出去，日本嘛出去，变成RCEP就互中国完全去主导去，尼对中国影响力可能会愈来愈大。是。另外一部分是讲日本嘛有看到，
敢若参就是拜登，迄当阵咧竞选嘛，有可能吼，这创有可能无法度连任，也是讲拜登有法度连任，有法度来选着。所以讲日本是咧看讲，也是经过这RCEP，敢会甲迄美国刺激一下，也是万一，也是讲迄拜登会当做总统的时阵，可能拜登对这个要加入这重新加入 TPP 吼 ，CPTPP 这个代志。伊会因为这RCEP这个进展吼，会刺激到讲美国嘛想要入去。是。对日本来讲，伊上希望就是讲美国当重新搁加入这个 CPTPP，这是对日本上重要这个利益。有影啦吼，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透过这个RCEP，也是讲咱头头讲的这个 CPTPP 啦吼，就是讲过去咱讲这个美国退出掉 TPP， 啊，即阵咱讲吼要搁创一个 CPTPP， 嘛是真重要吼。但是咱讲到这个 RCEP 的这个概念吼的时阵，咱嘛讲吼。其实就是中国咧这个主导啦吼，啊中国咧主导的这个时阵，咱嘛看到讲吼，美国即阵嘛要甲伊吼做一寡这个对抗，所以有这个 CPTPP 啦吼。咱搁一届来吼，甲大家吼，甲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啥物叫做是 RCEP 吼，伊的英语名叫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吼，伫咧区域内底专门这个经济同伴这个关系协定啦吼。咱头拄嘛讲到，东南亚10国啊，搁其他亲像这个日本啊、澳洲啊、纽西兰等等这个国家，咱嘛看到讲吼，伫咧印度伫遮吼，2019年的时阵就来退。啊，目前有15个国家啦吼，啊，中国是上大的这个经济体，态度嘛非常的积极啊，所以唔只有这个评论拢讲啥，这个这回这个主导是这个中国来去主导啦吼，啊，咱头拄伊讲过，这个 RCEP 这个人口吼，15个国家内底差不多占20亿啦吼，啊，全体这个 GDP 是1/3，啊，咱讲吼关税这个费率率吼，差不多是9%啦吼，是这个规模上大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咱头拄讲到有这个 RCEP 伫昨15这个时阵吼来去签订啦吼，啊嘛有真侪人咧讨论讲吼，这个 TPP 美国已经退出啦，所以是毋是爱紧有这个 CPTPP 哦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就是下太平洋这个东半全面进步的这个协定吼，因为美国烦恼到这个 RCEP 的这个产生，所以因爱对抗啦吼，所以推测到这个比这个 TPP 更较强的这个 CPTPP 来去做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寡这个对抗伫咧吼，啊，但是咱嘛看到讲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2017年退出了后，剩的这个国家吼组成着 CPTPP， 到底美国要来进入还是无，嘛是大家真关注的这个部分啦吼，啊，若是讲拜登上任了后，是毋是会个真做是 CPTPP 这个会员国嘛是大家咧关注的吼。继续先来请教这个 Jerry 吼，咱头拄讲这个 RCEP 这个成立啊吼，就签落去。咱嘛讲吼，过去这个美中贸易战这个对抗遮尔啊，这个严重吼，冇人讲哇，这回这个中国吼，佮摕到这个 dominate 这个主导的这个地位啊吼，你敢是共款安尼看咧？其实我感觉咱台湾人唔免遐惊吓啦吼，即RCEP我感觉伫台湾已经伤过政治化了。昨RCEP底下咧签署嘛，啊，我有看到一个报道，伊咧讲吼，即个印度即个前外交部长啊，伊就有发一个 Twitter， 伊讲就是，伊讲即个RCEP即个签署是非常不幸的代志。啊，伊啥讲这签署这RCEP是非常不幸的，伊是讲因为哈，伊认为讲咱各国应该努力来 de-link 哈，就是讲为中国这边来 de-link 解除这个关联性。啊，你甲签了就表示讲你要跟中国增加这个关联性嘛，所以这会当来解释讲啥印度伊当初伫旧年的时阵伊要退出哈，这个RCEP这个组织，因为伊认为讲吼，这个和中国相过密切，啊，这个RCEP伊本身就是咱讲中国咧主导咧打门的这个组织哈，所以拄老师嘛有讲到吼，日本伊有伊咧这个伊过去嘛。咧想讲，伊到底是毋是要伫即个RCEP来签署？因为伊感觉讲，奇怪，即个RCEP内底目前是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啊，日本伫内底敢有即个必要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回到每一个产业吼，咱。多老师讲有这个spaghetti effect 吼，讲每一个产业，你不管是这个纺织业，还是讲石化业，到底是对台湾呢？因为咱对台湾来讲，上介重要是这个电子业嘛，而且电子业因为伫世界贸易组织下骹有这 IT 业这个名啊，所以坦白讲对台湾的影响唔是讲介大，啊，但是嘛是爱一步一步来吼，啊，但是。
虽然是安尼讲吼，啊，其实咱部长嘛有讲，伊讲吼，其实吼，即个 RCEP 即个物件，当然是有签是上好，啊，但是无签伫短期来讲吼，嘛毋是讲会天崩地覆安尼，但是爱回到讲咱蔡英文总统伫4年前吼，第一任伊当安咧就任时阵，伊有讲嘛，伊讲。伊的政策都是讲要这新南向哈，这个政策哈，所以咱嘛是爱回到这个事讲，经过这4年外，咱所有政府哈，这经济部、外交部哈各个相关的部会，咱针对这个新南向这个政策到底是做偌济？我嘛是建议啦哈，若是有法度的话啦哈，咱这经济部、外交部相关的部会，嘛是会当哈。将这过去4年外，咱政府所做这个新南向这个政策、这个成绩受理来做一个会诊，互咱全体的台湾人民会当看讲，其实无加入这个RCEP嘛无要紧。啊，这个CPTPP 吼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Joe Biden 啊，伊目前看起来是伊有可能会当选总统啊，因为即摆还未确定嘛吼啊。Joe Biden 伊个人和这个 Donald Trump 上大的这个不同点哈，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伊坚持伊相信美国应该爱重新加入咱所谓这个多边主义哈，因为川普伊无相信这嘛哈啊，但是 Joe Biden 伊认为讲美国应该爱 rejoin 这个咱讲多边组织、国际组织来玩这个游戏规则，所以伫Joe Biden 伊即个想法吼，咱台湾来想办法哈，来争取来加入这个 CPTPP 哈，所以哈，我感觉这外交是安尼，不要太迷信个人啊，嘛是要回到一个基本面啊，这个部分我相信咱政府嘛有讲嘛，对吧？不管是 CPTPP 还是这个 RCEP， 原本都是咱政府长久以来咧做的代志。是啦吼，咱补充介绍咱第3位来宾哈，是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吼，补充来个请教咱的教授啦，头拄仔咱嘛有讲到吼，头拄仔这个一国两制吼，这个九二共识也好啦吼，台湾人真正袂当吞论落去吼。啊，其实咱嘛来讲到吼，台湾的这个经济体制，敢真正遐尔啊歹咧吼？有人讲吼，这个无这个参加到这个 RCEP， 真正台湾就要亡国啊吼。咱自这回咱看美中贸易战也好，还是讲买手台商汇流的这个资金来看哈，是讲咱的这个体制吼，其实吼伫咧产业健全这方面。是毋是有达到标准，免遐尔惊遐咧？我是感觉，就那像咱节目的迄个名号的啦，台湾新眼界，咱爱有一个新的眼界。旧的眼界是啥？旧的眼界是讲，咱啥物拢爱靠中国。是。中国的经济足强的，所以台湾一定爱参中国签 ECFA。啊，厂商呢，伊面对着迄个劳动成本的增加。哦，对伊做歹，所以你劳动的成本袂当增加。但是你看咱伫即几冬来做了啥物代志？第一点当然就是讲拄到即个川普的即个贸易冲突，所以咱有足侪厂商想要转来台湾的，吼参中国遐变成爱划清即个界线。吼，就是讲我参你是无共的。吼，我感觉这是即马咱的厂商爱做的上重要代志。我参中国，台湾参中国是绝对无共的。另外一个就是讲，伫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吼，这个4、5冬来吼，我看是连续一直咧调悬咱的基本工资。吼，咱的基本工资当然伊毋是一日就甲你扭到悬，因为扭伤悬，厂商占袂掉嘛。所以伊慢慢安尼扭，但是迄个方向是甲厂商讲，我要往这个方向去行哦。所以厂商伊就会提早做准备嘛。我唔管你要安怎要做啥物的调整，不管讲你要减少人的这个雇用啊，还是讲你要用机械来取代，你会当去用足侪无共的手段来降低这个工资慢慢的调悬对你的冲击。相同的道理，过去咱若只要看到人咧签这个所谓的这个协定，例如这个多边像这个 FTA，咱一定会烦恼讲哦，安尼呢。关税，即马咱会付足悬的，所以咱的竞争力会输人。OK， 这是我要讲的新的眼界。新的眼界伫对咧，好的厂商吼，有竞争力的厂商，当然伊会受到这种新的关税的伤害。但是关税咧降低，毋是讲我明年，还是我签落过两工，我就随甲你降低。我是慢慢啊来的嘛。是。
伊若安尼慢慢咧降价的时阵，那咱这东南亚的国家，大家拢占得掉啊，谁让台湾的占袂掉？这是想无的。是。好，所以理论上，咱台湾的厂商应该比东南亚的厂商更较有研发的能力。也就是讲，咱即马知影讲，事实上咱无法度加入，迄是本来就知影的代志。所以这毋是问题。问题是讲，你若真正讲，你物件到尾卖去东南亚。你当然拄着讲，这成本肯定无啥共款嘛。成本若有关价问题，当然对你的竞争力会有伤害啊。所以咱爱做的是讲，厂商爱提早去安排看要安怎做。比如讲，拄则讲着讲石化，石化其实台塑伫越南嘛有足大的投资啊，台塑伫即个中国嘛有足大的投资啊。因绝对无戆啊讲，甲这石化你。台商咧回流，你无听到讲石化回流的啦，因为石化都无法度转来嘛，石化敢若出去嘛，出去看要去对嘛，不管你安怎走，拢伫RCEP内底啊，所以对台湾有啥物影响无啊？另外一个上重要就是讲，大家拢敢若烦恼讲，今仔日中国参加国家规拢已经签好啊，台湾无入要安怎？咱想到的是讲，咱的物件卖袂出去，你拢无想到讲，别人即个东南亚的国家，甚至是中国的产品，若个卖转来你台湾，你要安怎？你敢赚得掉？因为东南亚的国家参加中国，因所生产的产品价销会较悬啊较低，理论上是较低，因为因的技术较无好嘛，所以做出来品质较无好嘛，劳工嘛较俗嘛，所以伊的整个的生产成本是比咱台湾叫做俗的。所以今仔日这个较俗的物件啦，卖转来台湾，绝对是甲台湾咱国内本身的厂商讲啊密密麻麻。这个时阵这个伤害，我会当讲伫这个讨论内底拢无听到。我感觉这是足可惜的。所以意思是讲，你本来去做一个政策，就有好有歹。但是对我来讲，RCEP这个物件有可能是歹的。比好的较济，咱伫这顶悬会当看到有人讲台湾的失业率会增加。OK， 我想要问咱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你若有今日时势，刷来要找头路，你爱伊找厂商是去找会受到RCEP影响，还是袂？一定是袂嘛，是安怎？因为若即摆啊，甲咧烦恼讲RCEP要签落来，唔知要哪个厂商，有可能利润拢叫做歹。我唔是讲这个厂商唔好，还是这个厂商唔对，因为伊伫即个环境之下，伊的能力就是到这尔。伊无可能讲有一个厂商看到RCEP要签落啊，关税要降价啊，你啊甲无爱刷，你啊甲无爱升级，一定拄到一个坎站嘛，我无法度继续去哩。所以你若为着这个厂商无法度升级，无法度甲物件卖出去。变成咱来批评咱的政府讲，哦，你拢无互阮加入去，安尼要安怎？其实因会当请，因会当付的薪水嘛有限。有影吼，所以这个老师讲到一个大重点，就是讲这个 RCEP 这个国家，咱讲哦，这东南亚吼，虽然咱嘛有这个新南向这个政策，但是咱过去这个台湾的这个体制吼，比人好真济啦吼。尤其咱讲吼，咱发展的就是科技也好啦吼，也是讲真正对咱有影响的这个 RCEP 的这个产业是较少的吼。但是真正伫咧股市的表现内底，真正看袂到经济要放起啊吼。教授嘛准备着这个手帮吼，先互观众朋友来甲你介绍一下吼。哦，咱即摆先看吼，就是讲吼，这是今仔日啦，今仔日的股市啦吼，也是讲伊真正今仔日的RCEP是遮尔大迄个我们讲利空吼。是。照讲咧股市应该帮咧，应该反应嘛，结果毋是啊，一直咧起啊。我看今仔日佫起偌济哦，即摆迄个差不多迄280点嘛，吼，起280点。无啥物问题嘛，咱即摆搁看吼，就是讲吼，这是差不多，也是讲一工，咱大家可能讲感觉讲无准算，无咱看这，算讲这较长期，看过去1个月好啦，差不多当然有先落来，即摆搁起来，主要是讲吼，因为RCEP要签11月15号，要签，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吼，所以讲对这时阵，结果咧，反倒都无因为讲RCEP知影讲要签落，台湾无伫迄内底吼，所以讲一直安尼出咧，反倒都已经起，所以这表示什么款的物件？表示讲吼，咱拄啊蔡教授伫咧讲着讲，迄 RCEP 这个实际上伊是算讲4个 FTA 甲伊整合做伙，上后一个算讲迄个亚细安甲迄个其他国家 FTA 就是甲 Australia、New Zealand。
甲迄个阿西安甲迄个韩国嘛，即个 FTA 是2010年，这表示讲吼，台湾伫遮吼，咱去应付这4个无共 FTA 本身已经有10档的迄个经验。啊，即届敢若是讲甲这4个 FTA 甲揽做伙啦，揽做伙是讲甲迄个算讲啊，我对你的台湾甲伊的台湾拢差不多，拢用做伙。啊，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迄要求拢无共款，啊，规气吼，啊无伫遮吼，我都甲即个算讲用迄个上简单的物件，安尼甲伊创做伙尔。所以表示讲有真侪例外状况啦 ，exception 有够侪。所以讲毕竟伊甲迄原进前迄4个迄无共 FTA。本身的差别唔是讲遐尼济，所以对台湾来讲，阮早都有差不多10档的时间伫遐咧准备咧应付，要安怎来处理。那有可能讲吼，因为即个 RCEP 签落，咱即马都要花去啊。吼，啊，尤其是阮即马看去年啦，咱知影讲去年迄台湾的经济表现吼，甲迄亚洲的即个甲新加坡、甲韩国吼，啊甲香港吼比起来，台湾是上好的嘛。咱即马看韩国签的 FTA 比台湾较济较少。当然较济嘛，有够济啊！结果韩国伫去年伊的出口无台湾厉害啊，这到底啥代志？这真正是因为 FTA 吗？根本都唔是嘛。这表示讲本身来讲，也是你是挖靠这个关税，降关税，才有法度来摕到这利益。表示讲你的厂商真有可能吼，你的竞争力无法度提升嘛。咱即马就是讲一个好的厂商，就讲台湾以前好，迄当阵。进口的物件吼，关税有够悬的，但是台湾油源一直甲买，因为安怎啊无就是咱需要，也是讲咱感觉讲这个物件就真正咱就爱用的，所以讲无管关税是偌济吼，咱一定要甲买起来，吼，所以讲这个即马上重要是讲安怎提升咱家己的竞争力，吼，互咱的这个产品本身变成讲无法度会当互其他物件来取代，吼。唔是咧扣关税，扣1%、2%、3%的关税，啊，也是讲互人用得到。你讲这款的这个公司有什么款的前途？有影吼，这个扣关税吼，真正是无前途吼。甲你这个竞争力吼，企业的这个部分提升起来，才是这个正办吼。另外，咱们看到讲吼，其实真侪人啊，这个烦恼，咱透过这个图表来看吼。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咱等下再来看。咱先来看讲吼，在野党先来讲，民进党吼，这个不当的这个政策吼，吼这个台湾变作是亚太、印太这个经济这个边缘人，然后另外咱们看到讲吼，台湾这个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这个 WTO 甲 RTA 这个中心副执行长李顺利讲吼，台湾加入 RCEP 的路吼，若是向这个都市啦吼，若是讲冻死去啦吼，也有其他的路会当走吼，冲击无一定到这个核弹顶级的吼，但是至少是这个手榴弹这个顶级吼。另外，这个前行政院政务委员朱芬鹏啦吼，甲这个咱看到前国发会这个主委吼，伊讲啥咧？伊讲台湾这失业率会称悬吼，啊并今的这个薪资吼可能会是落降啦吼，但是他做咱讲蔡教授讲这无可能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70%是资讯的这个产品，可能真正嘛是会受到影响，但是咱安怎去调整咱的这个部分啦吼？本来就是这个零关税啊，咱头拄嘛讲到这个 ITA 这个部分，另外3%是这个钢铁也好啦、纺织也好啦、石化这个部分啦吼，啊钢铁主要销去这个欧洲甲美洲啦吼，啊影响较有限，啊影响上大是这个纺织石化这个业吼，甲这个顶悬的这个原料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到。其实哦，这个中国搁要拼这个国际这个组织的这个主导权也好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国际这个股市也好，也是亚洲的这个股市也好，其实受到影响啊，包含咱台湾吼，影响无介济啦吼。这是不是嘛代表讲吼，大家已经认捌到中国若是要主导国际的历史的时阵，大家拢看到伊是要变什么网啊？继续请教 Jerry。因为我感觉这个南亚这个思维逻辑就奇怪，因为感觉讲啊，中国即马足强足大，啊说爱对因行，对因算，其实这是完全错误一个思维啦吼。当初马英九政府伊伫咧做总统的时阵，伊就伫遐咧吹捧讲啊，我咧做总统，所以台湾就有法度来参加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什么国际民航组织，啊尾啊这。所有伊咧做总统的时阵，伊讲的这所谓的政绩证明啊，拢是中共单方面施舍，看台湾可怜才互你的。啊，这个，敢有法度讲，算讲是中共的善意。我是无相信的。咱做台湾人吼嘛，不应该去相信这中共吼单方面的善意啊。你讲这RCEP嘛是。
小共的道理嘛，吼，伊这都是中国咧主导一个组织，啊，你搁要入去，啊，要接受伊所谓这个9·2共识，也是讲有真侪这政治这个前提甲条件，你为着你经济上、贸易上、投资上，要去取得这个暂时这个好处，啊，煞来伫这个政治上，咱讲自取其辱。啊，若是有一天中共佫袂爽啊，佫无欢喜，伊是毋是讲安尼我原本有互你的物件，我即摆拢爱佫收转来，所以这个思维根本就是毋对。我真是想拢无啥拿赢这个政治人物，拢爱去选择去相信这个咱讲全世界主流的这个社会，拢无咧相信这中国这个善意是无可能的代志嘛。有影啦吼，继续佫请教这个蔡教授吼，其实咱看到这个中国吼，这回咧抢着这个主导权，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对东南亚来讲吼，其实是一个这个依律存在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伊这个内外循环吼，特别是这个内循环的这个部分，这个内这个部分，也是讲外这个部分吼，伊透过可能是这个东南亚这个部分吼，因为咱嘛讲到可能是西产地吼，啊买手吼，改只这个中国 Made in China 这部分变做是 Made in 其他 Vietnam 也好啦吼，这变做是伊这个优势，但是真侪人嘛看到这个部分啦吼，尤其是美国吼，这个非红色的这个供应链这个部分，美国嘛是看透透，所以这个咱头拄虽然讲到这个 RCEP 伫遮有对咱台湾可能有经济一寡这个升等，但是对台湾颠倒是有利的啦吼，尤其吼，若是讲咱真正若是加入这个 RCEP， 是毋是？咱真正变做是 Made in China 变 Made in 台湾更较简单的。继续请教蔡教授。我感觉Made in China 变成 Made in 台湾吼，这当然你若是伫 RCEP 内底是做有可能的，做有可能，因为无伫 RCEP 内底就已经有咧发生的代志。你甲入去 RCEP， 互伊的物件甲愈容易入来咱台湾，还是入去东南亚的任何国家，伊要生产地当然是愈好势啊，因为税成本愈低嘛，所以当然我是愈高生产地。所以，那对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咱也无加入这个 RCEP 的话，会当像主持人拄则所讲到啦，吼，美国伊即马一直不断咧强调想要建立一条，毋是中国伫内底的这个飞航的这个供应链吼。啊，这个供应链上重要的价值绝对毋是关税，是上重要的价值两字叫做信任。信任是无法度去按算的啦。所以会当信任的这个供应链，我感觉是咱面对这个 RCEP 内底，对于咱11月20号来，咱要参美国去讲进一步的合作，我感觉需要爱好好去讲的啦吼，因为包含着日本啊、咱台湾啊，到越南，甚至是印度这些国家，未来拢有可能会是这个信赖的供应链内底一个上重要的这个成员。我看下咱台湾的厂商，你讲有人当然有人会批评咱台湾的厂商伫软体无够，但是咱伫硬体生产顶悬是足厉害的。是，所以咱若有法度伫这个供应链内底，会当好好帮助这比咱更较进步先进的国家，会当帮因制作较好的产品。我相信取代这个中国的反射，会当毋是越南，反射变做是台湾。而且这个取代，因为我付较济钱，互你马紧嘛，你伫内底卖甲我带一寡歹物啊。是，我无可能讲我咧摄影区的时候讲一句较粗嘴的，变成讲有人装一个摄影机咧甲我看摄影区。我当然我占袂掉啊，所以会当信赖的供应链就讲，咱台湾人来生产这片门，这片门绝对是安全的。好，到一个上重要，我感觉RCEP 卖遐欢乐的，对主持人拄则讲到，较早咱的政务官有讲到讲，咱的薪资会无法度甲继续，会怎变停咧啦？咱颠倒转来看，现在咱的薪资会怎停咧？就是因为要变俗、变计数啦。对啊，所以你较早拢要变俗啊嘛，你较会惊对中国去嘛？是啊，变输人怎变成惊对东南亚去啊？啊，即马只个专门咧变俗啊，规个拢，大家找做伙拄则像赖宗老师讲的讲，啊，大家怎规个甲南做伙？啊，南做伙，你大家去变俗啊？啊，你敢变赢伊？你嘛是变袂赢伊嘛？啊，所以你若变袂赢伊，啊。咱台湾人，咱少年的未来少年的薪水会甲愈来愈低。啊，迄种的就业绝对毋是咱未来咱上要希望的就业。咱有哪希望讲，拄则主持人讲到上重要，中国即马提出2个循环，内循环、参外循环。是，
其实蔡英文总统伫过去就捌讲过大循环的物件，叫做在地经济。在地经济。就是讲安怎提悬咱的薪资，去，互咱有较悬的消费力，所以咱家己本身才有法度有一个好的循环嘛。是。啊，你中国即摆大循环是绝对无可能循环起来，啥怎？因为伊主要的薪水嘛是来自即个出口的部门。有啊。啊，你出口啦慢慢落落的话，这厂商慢慢刷出去，啊是我的产能就无爱伫即个中国生产，我怎样甲刷去越南、刷去其他国家生产的话，我的就业就会受到影响嘛。啊，就业受到影响，你的薪水就会降低，你薪水就降低，你的消费就降落来啊。啊，你免哪循环？你怎样变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嘛是真歹啦吼。但是咱嘛佫讲到啦吼，其实伫咧这个世界顶吼，除了这个飞航供应链吼，真正是真事件吼。虽然咱讲吼，这回 RCEP 咱无伫内底，但是咱嘛看到这是几十档来吼，咱已经有所应用的这个部分吼。另外，要过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因为这回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咱嘛看到这个蓬佩奥虽然吼，伊可能真正是要落任嘛啦吼，但是伊落任进前吼，去接受这个媒体在采访，伊讲啥？台湾不是中国这一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主持人啊咁问，伊讲吼中国吼这部分这个急政派这个人士必要主张这武统台湾的这个时阵，你是不是认为讲北京应该意识到吼，认捌到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承诺吼是下东派啦吼？蓬佩奥来讲吼，台湾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 啦吼。即讨论这个议题吼，用词真正真重吼。台湾不是中国的这个一部分吼。咱们看到讲前总统 Reagan 政府咧，为了要制定这个对台政策吼所做的工作嘛，承认这项代志。过去这个35党来，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政府嘛，系遵照着这款政策吼，继续申请到这个偌委员吼。所以这个部分，中共一定嘛是搁去甲这个 keep up 啦吼。但是伊的这个意涵，伫咧退任进前啦吼，可能即阵咱讲这个选举的这个局势，已经可能差不多明朗化。伫咧选举进前，这个 Trump 政府蓬佩奥安尼讲，是毋是对中国落头搁较暗一丝？当然是中国看了真无欢喜，但是就讲蓬佩奥即个所讲的，甲过去美国的迄个立场，实际上是无超过伊过去所讲的立场，是一致的啦吼，是一致的吼。但是就是讲美国过去拢是迄个 double negative 啊，是讲迄 triple negative 吼，就讲那个双重的即个否定啊，是讲迄个三重四重的否定，所以讲听到来迄射来射去，大家射甲全拢啥拢无吼。啊，但即个伊就直接就讲到台湾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啊，当然有的人都想讲哦。台湾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 since when？ since when？ 这个时阵吼，这个物件就变成讲，伊就是伫遐卖甲伊讲了伤明。OK。因为 since when 的是，你会当甲伊讲，这可能是甲迄，因为即摆美国认为的这个中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讲台湾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这 China 是 PRC， 意思就是讲对1949嘛。OK。PRC 开始建国的时阵，吼，台湾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啊，当然有人讲台湾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 搁较早以前，因为这个台湾嘛，互日本统治50档，所以搁较早进前。啊，但是迄当就讲，所以讲台湾是毋是因为都是迄个大清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讲这了后，才回大清帝国甲伊挂互即个日本嘛。所以变成迄内底变成讲一个历史的一个定论啦。所以讲伊就直接都安尼讲，安尼就好吼。就表示讲台湾是那边的 part of China， 唔先卖问伊讲什么时阵开始？ 但起码表示讲。对迄当阵到即马一直拢唔是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讲这个什么当时吼，这个卖去管吼，这个大清帝国也是日本殖民时代也好，拢卖管吼嘛，是讲卖 PRC 什么时阵成立啊吼。但是咱讲吼，这个台湾唔是中国这一部分，嘛是真侪人吼，就是讲台派人士也好，还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吼，定来讲。但是咱嘛有看到讲香港这大公报有咧报啥？伊讲吼，这个若是坚定主张，亲像这台独，这个台湾唔是中国一部分，即寡人士。这个名单，可能中国就要互你真严厉的这个制裁清楚来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2005年，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座谈会进前，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伫咧工作报告当中话讲，坚决反对台独。香港大公报报道指出，中国相关单位为着打击台独势力愈来愈创手的情形，当伫咧研究制定台独分子的名单，要针对相关的人士采取严格的制裁，而且重新追究责任。针对这点，陆委会认为讲，中共一向用压迫的手段来威胁异己人士。对岸刻意操纵此种极端偏激议题。
意图恫吓台湾自我限缩审查，煽动两岸对立情绪，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只会徒劳无功，适得其反。刘伟辉话讲，北京当局应该放弃非理性、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才会当避免高一名错误的行为，致使负面的效果。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认为讲，这是强悍外交，对两岸的发展并无帮助。如果依照中国的标准，可能只有所谓的马英九们，这唯有2%的。统派分子，真正统派分子不是在他们的名单之内。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内宣的效果大于实质恐吓或者是制裁的效果。那我只是很担心，就是说他会变成是一个罗织罪名的一个未来可能会对不是主张台独的人。国民党立委郑丽文是烦恼讲。所谓台独的名单到底是为倒位来的？也若中国真正对台湾恐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捌伫美国总统大选了后讲，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引起中国的不满。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伫美东时间18早起，会伫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视讯会谈，担任应言人，强调讲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是台湾不变的承诺甲坚持。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拄也讨论到讲吼，这个 Trump 即阵若要落台啊，拜登上任了后，这个吼，咱讲对中国的这个政策，也是讲吼对中国的态度是咪哪来哪强吼？咱嘛讲吼，真正来引起到这个美国这个真侪人的这个不满的，就是讲吼真侪人咧讨论讲到底美国这个共和党、民主党对这个中国吼，有人是讲武汉肺炎的这个影响吼，对 Trump 的这个选情不利啦吼，也是讲真正无阻挡好势，和这个中国趁虚来这个侵入。所以咱继续来请教这个 Jerry 就是咱头拄嘛看到讲，蓬佩奥安尼讲，但是这个拜登一个起来啦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有虾米款的这个影响无？到目前为止美国大选未正式的有一个结果啦。但是咱即马是讲拜登应该是就是后一任的这个总统。我要先来讲就讲，拄啊这个蓬佩奥伊讲这个。台湾 has not been part of China， 一句话这个含义啦吼。咱都老师有讲这since when， 其实这个问题是真重要吼，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对中国甲台湾的政策就是台湾关系法甲3个公报其中这3个公报是对中国的，这台湾关系法是这个。咱拄仔讲这4个文件内底唯一一个美国的国内法这台湾关系法是甲台湾是有关系的伫这3个公报内底有一个1972年1972年这个上海公报伊内底有一句话，伊就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1970年，伊讲台湾 is a province of China， 伊有讲一句话所以伫1970年美国。讲到台湾，伊的讲法是讲台湾 is a province of China，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但是即马蓬佩奥讲台湾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 伊是用一个完成式来讲即件代志。所以伊个讲为雷根政府开始都有这几寡调整嘛，所以有可能美国的讲法是讲过去可能美国政府。是认为讲台湾是即咱讲 part of China， 但是为雷根政府，咱讲6项保证，一直到今嘛美国也是逐渐咧，咱讲他们所谓即个对中国甲对台湾即个政策、即个政策咧产生即个质变。即个质变是我个人咧观察对台湾非常的重要。即马美国即个大选目前看起来川普是还未认输啦但是我感觉讲，不管是Joe Biden来做，还是川普要继续做，我感觉讲美国整个国家对台湾甲对中国这个政策，甲讲所谓对中政策这个内涵。一定会产生这个质变，这已经是一个趋势，无法度去回头是啦无法度回头啦咱搁请教蔡教授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拜登那是上任啦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
咱讲萧美琴已经敲电话伊这个外交顾问，咱看到这个布林肯啦吼，伊讲到啥吼？伊讲吼，其实这个部分嘛代表讲咱已经有一寡直接吼，甲民主党这个部分。另外就是讲萧美琴伊嘛讲啦吼，伊讲这个部分咱嘛当看到讲哦，真侪民主党的这个朋友、好朋友甲伊讲啥？伊讲吼，虽然是共和党的这个 Trump， 但是伊对待政策，这民主党我嘛是真这个尊崇啊，是讲其实是袂歹哦。我感觉最近讲的无唔对啦吼，拄则其实伫你头前的这个影片内底都有讲到啊，讲谁让美国会来成立这个 TPP， 是，伊就是要降低中国对规个亚细的影响嘛，所以伊爱去成立一个 TPP， 所以因伫这个奥巴马的时阵，伊早就看到伊的野心啊，我相信这有这足侪人已经讲过啊吼，所以你伫这个部分来讲吼，Joe Biden起来，伊伫目前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我想嘛是袂有偌大的改变。迄会当讲奥巴马参川普的做法吼，可能有一点仔无共。川普做法就好一看就有嘛，一看就有意思讲，你即马对中国就是这个态度。奥巴马甲讲做艺术的，吼要去用一个 TPP 来对抗这个RCEP，但是这个川普就直接讲，我就直接甲你处理啊。所以伫这个部分来讲，我感觉拄则来宾嘛有讲到，就是讲目前即马已经有足侪国家，我无爱用华为的即个物件，华为的产品，嘛有足侪国家已经签美国即马提出的即个清气的网络，Clean Network 即个物件。所以即个物件，逐个国家拢已经慢慢表态，到足重要，包含不管是伫RCEP内底的国家，还是无伫RCEP内底的国家，那像澳洲、印度。伫这段时间参中国的冲突跟冲突假，我感觉迄冲突拢是真的，特别是印度，才是直接拍起来。所以伫这个方向来讲，我看是无可能讲因为送起来，就会改变大家对中国的态度。我感觉川普对台湾咱上大的贡献是啥物呢？是较早拢是咱台湾人家己咧讲中国有问题。是，即马川普起来，一做落了。大家拢真正感觉中国真正有这样问题，上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伊对香港安尼的态度，迄是足大的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自由民主心态的人，是绝对无法度接受讲中国安尼去处理香港的。所以我伫遮无法度信任你的话，我哪有可能甲继续去投资你这个国家咧？所以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讲，整体安尼规个看落来，规条路线安尼慢慢甲行落来。你讲要叫这厂商讲因为美国换一个总统，我开始相信中国，我感觉这是无可能。无可能吼，尤其这个其实委员嘛伫这个网络顶写一篇文章啦吼，讲到这个对中共的，也是讲对台湾的支持，可能是这个 Trump 甲这个拜登，可能要讲的这个态度，然后你安怎看？当然，一般来讲，迄拜登来因为是讲。拜登伊对迄中国强的，甲对台湾支持，伊会拢会比即个奥巴马时阵更较强，吼。但是可能无法度甲川普来比啦，吼。所以讲伊敢若参就是伫川普甲迄个奥巴马中间，吼。拜登大概对伊的迄个认为是安尼吼。是。即个倒转来就讲迄个蓬佩奥拄仔咧讲吼，实际上咱了解讲1972年迄个公报，当然有讲到一句，就讲迄台湾是中国一省，但是迄个。你看，迄公布，迄是中方家己的主张。中国家己的主张，这是安尼。后壁是美国家己的声明，声明是讲美国完全无对迄个主张有讲任何的话。美国就主要咧讲美国有认识到，就是讲中国人伫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拢主张吼，全世界一个中国，但是中国一部分。美国对这个立场袂去甲调整，袂去甲调整。所以讲，这个物件甲这个进前中国主张迄台湾是中国一省吼，美国基本上迄当阵无直接对伊来讲到底我赞成是否定，迄敢若是中国家己本身的立场，毋是美国咧讲的吼。尤其是迄个美国所讲迄部分，伊又特别讲海峡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这个也是讲你看到迄当阵算讲参与这个。起草这个过程有一个叫做迄个亚太助理国务卿吼，迄当阵迄人叫做 Marshall Green， 伊的迄个回忆录内底有写着讲，本来一开始伫 Kissinger 咧处理的时阵，伊敢若是讲海峡两方的人，迄是伊坚持讲爱甲中国人，因为迄当阵就知影讲伫台湾，毋是中国人的人，
对这个看法是完全无共款的。认同无共款啊。对，所以讲是中国人安尼想。唔是讲迄海峡两岸拢安尼想， OK， 所以讲这个有特别，注明吼，对讲这是足细微的所在，但是会当看出到，迄当阵美国已经有注意到台湾内底无共的这个看法、无共的声音嘛，是，吼，啊，即马佫倒转来就是讲吼，蓬佩奥咧讲这个话时阵，基本上咱会当了解到讲，伊甲这话讲出来一定有效果，是，这个效果就变成讲，以后是讲拜登和其他的政府，无论讲什么政府，想要去 reverse， 还是讲要对这个 walk back。吼，这个我摆一定爱付出代价，变成讲有政治成本要去处理啦，吼。啊，像讲伫遮吼，咱即马了解就是讲，这个蓬佩奥咧讲的时阵，又特别把迄个 Reagan 甲伊个提出来。为什么要推 Reagan？都是咱知影讲，伫今年8月31号，国务院有解密嘛，有讲迄个 6 reassurances， 是，吼。就讲这内底，这是甲这个美国甲中国建交了，美国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啊，加这个算讲那个 6 reassurances 内底，伊讲美国未改变对台湾主权的一个主张，吼，这两个连做伙就变成安尼嘛，就是讲美国实际上无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中国一部分，吼，啊，伫过去差不多2005年、06年迄当阵，因为迄个联合国。迄当阵算讲潘家文拄啊咧做这联合秘书长的时阵，讲到一个讲根据2758的这个决议，台湾就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结果迄当阵美国是安怎？伊甲选一个迄个算讲外交一个叫做 non paper， 表示讲。这美国无同意这款的这个解说，迄当阵无讲着安尼，美国嘛无承认，吼，啊唔干美国尔，包括日本，美国嘛联合日本，包括加拿大，包括欧洲的国家拢是安尼讲，所以讲咱也是讲着这个部分，咱就让知影讲，实际上为什么伊甲美国过去的立场是共款的，干那是讲伊的讲法，即个是较明确、较直接，啊，尤其是即马吼，讲把这话讲了了，结果萧美琴咱萧大赛。就讲伊甲即个民主党甲 Tony Blinken 将有可能会比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是讲伊国务卿，甲即个人讲话了，结果迄个算讲拜登内底团队的人，到后来甲伊讲即个因对支持算讲创批当阵对台湾政策，所以表示讲像讲包括迄蓬佩奥所讲的这些话，拢会变成即款政策一部分，吼。所以讲我是讲即马这真侪发展吼，非常不加重要。蓬佩奥伊即马做，甲过去真侪人无共款，就讲过去真侪人就讲我要退休啊吼，我要退来，所以讲我与人为善啦。我即马可能去中国迄边的拉比的钱，我想要退吼，我就开始无要批评中国。蓬佩奥无共款，把中国继续甲你甲占落。定落啦吼，意思就是讲，伊即马要创造一个算讲无法度倒转去的一个政策一个环境。尤其是讲加即个算讲拜登的即个团队对咱萧大赛安尼讲的时阵，我是感觉讲，这内底真侪即个变化。都是爱真注意。是啦吼，内底这个美美角角其实吼，真正真这个趣味，但是吼嘛是展现了过去吼这个美国这个政策，即阵咱看到这个蓬佩奥伫遮吼，徛较明吼，过去这个strategy ambiguity 的这个部分吼，以及即阵吼要趁这个路人进程吼，先甲讲好明吼，这个拜登啊一进入这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啦吼，有缘来继续进行去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国台办即阵嘛共款吼。同款个罐头话，佫出现啊吼，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吼，因的外交部长伊讲啥咧？蓬佩奥伊讲吼，伊出着这个家己的这个政治的私利啦吼，甲这个中国甲美国两国人民吼，根本的利益拢无咧照顾啦吼，真正是颠倒黑白吼，拢咧讲白贼。大公报咱头嘛讲着吼，咧制造一寡咧这个台独的这个造册啦吼，就是甲迄这个文件吼，讲你真正吼支持台独有这个言论，拢甲伊吼拢列出来吼。另外咱嘛讲着。较关于到这个蓬佩奥这个发言吼，伊讲蓬佩奥吼真正是改变了这个人类外交的这个 gene 吼，伊用着家己真正粗残的这个示范吼humiliate 外交官的这个职业吼，伊用着这上尾啊这个资源来这个诋毁中国吼，伊讲吼这个是 less crazy 啦吼，这个 Jerry 你安怎看咧？看到这个，我看到因咧讲这个代志，我就有写我的面册嘛，我讲欢迎吼中共咧习近平啊，甲我老事件吼，放伫这个所谓台独的名册，若是无放我的名，我
袂帮你刷，因实际啦吼。嘿，我感觉讲这是无说，因为等到咱咧叫嚣嘛，安尼叫，安尼我感觉是无啥物意义啦。因这是违反着外交分子的这个良心吧。因为根本来就足无水准的啦，所以吼麻烦因啊，你若要坑我的名，拜托你紧坑啊，坑我的名入去哦。啊，回到咱拄仔讲这个老师伫咧讲这个吼，咱美国对台湾这个政策，我感觉是非常的。我嘛是呼吁咱咧台湾的政府哦，以后若是讲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伊伫上电台咧讲即个台湾还是那边part of China，讲即句话虽然是一个电台的访问，毋是讲一个正式一个演讲，但是伊毕竟是国务卿的身份去受访嘛，伊安尼讲一定有伊的意义嘛吼。你看伊这问题嘛是，我咧想，因为伊规个咧即个上电台即个访问，规个完整即个文字稿，我全部拢有看啦吼。这问题应该是事先拢有互蓬佩奥先看过，伊知影讲伊会去问啥物问题啦，所以伊想要讲即句话吼。我是呼吁以后咱政府听到讲吼，即个美国国务卿讲哦，台湾还是那边拍到不像的时阵吼，应该随反应，随徛出来讲对，阮台湾都毋是part of China 吼，因为我看不了咱政府。甚至有人回应，这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台湾唔免讲到这文啊，你就直接讲台湾就是台湾，那台湾都唔是 part of China，就安尼个呛落。OK， 唔系伫讲什么中华民国。有影啦，好，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啦，好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想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听起来啦吼，这个人都已经台湾啦，你个 ROC， 无你嘛加一个 ROC 台湾。